来继续来看民众党党主席的补选，这礼拜六2月15要来投票。候选人蔡碧如昨突然间伫家己的社群媒体抛出着一张的图卡，暗仔口西对手黄国昌做主席，是要互时代力量救死还魂。讲2月15就是一场蓄水的选择，但是过无偌久就收回去，搁背回讲这个图卡毋是伊做的。 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江河秋痛骂，讲伊摕党徽滚耍笑，应该处分停权1年。那民众党的党中央并无回应。即马出席公开活动，无红晒瓜本体背伫咧身边，但背起今日当靠自己，即句每逢佳节背思亲，嘛更加伫咧关小姐即讲讲出真侪思念。普登落来文章写讲，离开进前，你爱我好好过日子，毋过今仔日过甲真好，我才会当过真好。瓜本体无伫咧，但背起心内是真歹过，民众党内嘛真袂平静。 创党元老蔡碧如要甲代理主席黄国昌先并先前党主席，煞伫咧媒体群组抛出这一张相片，倒边是民众党原版的党徽有2019到2024，正边变做时代力量黄色底图，时间是2月15，当时民众党主席补选的日期，背景调故意劝黄国昌自改救死还魂，原本讲2月15是失罪选择，后尾阁赶紧回收信息驳回。 讲真歹势，这是别人捐做法的，我嘛杀无涨。想要问这是什么意思？问唔对所在啊！你把我们的党徽开玩笑哦，这等于就是一个侮辱啊！你就停权1年啊！我身为中央委员，我第一个先把中评委先检举啊！ 他选举当然是他的权利啦，但是我已经讲了嘛，这个就是传错，而且这图也不是我做的。中评委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基础在的啦。民众党对这件代志无回应，不过蔡碧如最近火力全开，进前这期党内核心人员无交出瓜问题政治现金案的检讨报告，叫黄国昌给激动起。在判断事情孰轻孰重的时候，不会判断吗？ 现在最有资格讲话的，正关在土城看守所，嘴巴被封起来。蔡碧如最近伫咧面册，伫咧开炮，佮分享和支持者的对话，主张家己参选党主席的正当性，想有在调担起后瓜问题的时代，随补选的日期渐渐啊变化，气氛是哪来哪紧张刺激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